主后2026年6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着记日教示。圣经，咱做来听读，两记上卷15章25节到34节。犹大王亚撒第2年，亚伯安的囝拿达做以色列王，伊统治以色列2年。拿达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伊行老爸的路，甲伊的老爸共款，互以色列人陷落罪。伊撒迦支族阿英仔的囝巴沙背叛拿达，拿达甲以色列军兵围困非利士人的基比顿城的时，巴沙甲伊杀死。犹大王亚撒第3年，巴沙杀死拿达，篡伊的位。巴沙一个做王，就杀死耶罗波安全家，将所有话篡开的拢剿灭，无甲耶罗波安留一个。拄拄照上主通过伊的仆人示罗人阿英仔所讲的话。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有犯罪，搁互以色列人陷落罪。伊安尼做有激动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生气。拿达其他的事迹，甲伊所做一切的事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。亚撒甲以色列王巴沙常常交战。犹大王亚撒第3年，阿英仔的囝巴沙伫得撒做以色列人民的王24年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行耶罗波安的路，互所有以色列人陷落罪。着记日教示，有一遍，甲教会长老开讲的时，讲到教会以前有一位长老总是热心参与服侍，可惜当长老过身了后，伊的囡仔并无人传承伊的美好信仰。咱通发现一件美好的事，特别是信仰。父母若无刻意和顺序渐进来教导囡仔，实在真恶将信仰传承落来。相反的，父母的不良行为，就算无教互囡仔，做囡仔的也是真紧就模仿起来，影响甚大。拄亲像今仔日的经文所说，亚伯安的囝拿达做以色列王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行伊老爸的路，甲伊老爸共款，互以色列人陷落罪。这结果并无互人意外。两记上卷15章25节到34节的背景，是南北两国分裂时期的历史。通看到亚撒王统治南国犹大期间，北国以色列王朝变迁的过程。对历史通知，亚撒统治犹大41年的期间，以色列换过3个王朝：亚伯安王朝、巴沙王朝、暗利王朝，和前后6个王，而且每一遍拢是暗杀和政变的血淋淋历史。这种惨状伫以色列反复出现，拢是因为王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行耶罗波安的路，互所有以色列人陷落罪。轻视上帝的结果是混乱和毁灭。以色列因为崇拜偶像和篡夺王位，差不多受上帝遗弃。尽管以色列最后受亚述蹂躏，上帝还坚守伊甲以色列所立的约。耶罗波安死了后，伊的囝拿达接续做以色列王。拿达的字义是丰富的慷慨，但是伊并无活出丰富和慷慨的性命。拿达无对老爸的下场记取教训，也模仿伊的老爸的歹行径。
亚伯安以金牛仔代替真神，搁教唆百姓拜金牛仔。若是哪达也学伊老爸安尼做，互人民陷落伫罪恶中间。这互咱看到，这王的对立，毋简单互家己陷入伫罪，搁较互全国的人民拢陷入伫罪的中间。亚伯安做邪恶的事，互以色列人陷入罪中，致使伊的后裔拢受杀灭。这互咱明白，上帝对罪的恨恶，伊对犯罪者的惩罚是遮尔严厉。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哪悬，就哪应该爱戒慎恐惧，因为伊所影响的毋单单是家己的囝儿，是搁较侪全面的人。亚伯安的所作所为，一定拢看伫伊的囝哪达的眼中，致使哪达效法伊老爸的行为，互以色列人民继续陷伫罪恶中。后来以撒家族人巴沙因无背叛哪达，巴沙一个登基就杀尽亚伯安全家的人。以色列的历史教训历历在目。上帝今仔日要照着经文对咱讲话，愿咱记取安尼的教训，伫生活中会当效法基督，活出信仰，为咱的下一代留落美好的生命模样。日想，我对家己的儿女，也是教会的儿童、青少年带来甚物款的影响？我安怎帮助因记取这个教训呢？我对家己的儿女，也是教会的儿童、青少年带来甚物影响？我安怎帮助因记取这个教训呢？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透过以色列的历史，互我会当警醒、记取教训。求你帮助我谨记你的教导，忠心信靠你，免得罪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